過60米同埋轉同學留意啊！如果你過60米嘅話咧，你跑完60米，然後再去跳遠嗰度去報到嘅。OK，咁。攀枝嘅男子組嘅400米賽事啊，佢哋年紀好細，係全場最細嘅男子組400米賽事。咁而家已經去到咧對面嘅直路，再大概250米咧就會完成啦。